作者千 DJX。故事夢幻島千版 0.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15集。這個宇宙有很多知名科技大企業或天才想仿製投影世界他們本身的星球出來。老實說，你們本身星球的電力要仿製一個地區空間出來，不出3秒，你們整個星球的電力能源將會全部用完。到時你們最嚴重的後果會快進入冰河時期。所以溫馨提示你們想仿製投影地區，需要計算投影的電力是多少。到時最悲觀的是你們星球的人民共同去到冰河時期，天神是不會插手人間事。希望你們計算清楚可行方案。另外，回到過去或去到未來的需要的電力，是一個發達國家的總和電力。你們一啟動回到過去或未來完全，即時會你們的國家大停電或立即用盡你們一個國家所有電力。所以某些國家為何要搶奪石油能，就是因為研究使用電力過多的科技及即時用完了他們本身國家的石油。因為這些原因沒有石油，所以才會搶奪別人國家的能源石油。如果想設計一個仿製投影世界和回到過去或去到未來，你們需要尋找一種稀有性特質系的無限電力。當然你們要尋找特質系的維度。世界稀有性的特質係電力，特質係維度。世界可以用神力數據提煉出來，特質係電力。當然你們想去這些維度，希望你們正常申請入境去購買能源。如果是搶奪，希望你們有命回來本身的星系，因為那個星系是 X 黑客帝國管理，特質係暗殺組織，十分恐怖。希望是正常申請入境購買，特質係電力。